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16节到22节，45节 B。创世纪35章22节 B 到29节，使徒行传17章第10节到1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倚靠主。关于雅各的记载，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聚焦在雅各是一个骗子，他的妈妈呢也是帮忙欺骗，甚至他的舅舅也是以欺骗欺压而致富。更有人认为上帝很不应该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人，又赐福他，又让他成为了选民。当然，对于这种不好的个性，我们也认为不应该学习。但是雅各的一生应该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。雅各的名字的意思是抓住，他的一生抓住了什么呢？雅各的一生，他抓住了上帝的赐福、保守以及呼召。他一生呢，学习依靠上帝。即便是在拉班家遭受到欺压了，他就全然的依靠上帝。在人有计谋，上帝有计划的这个情况之下，他的财富呢就增加，儿女就成群了创世纪35章22节 B 到29节记载了雅各的12个儿子们。雅各听见这事非常愤怒。雅各有12个儿子，利亚生的有雅各的长子吕便，还有西面、利未、犹大、以萨迦、西布伦。雷结生的有约瑟、便雅悯。雷结的女仆毕拉生的是但和拿弗他利。利亚的女仆希帕生的是迦得和亚瑟。雅各这些儿子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生的。雅各来到曼利他父亲以撒那里，曼利就是希伯伦，是亚伯拉罕和以撒住过的地方。以撒享受180岁，他年高老迈而死，他的儿子以扫和雅各把他埋葬了。我们看到保罗自从被圣灵光照，被耶稣基督呼召之后，他就忠心的成为一位这个外邦宣教的使徒。他走遍了土耳其、马其顿以及希腊等地区，努力的传福音，建立教会。虽然很多时候他是被旅外的犹太人给逼迫，甚至追杀，但是保罗他却依然的坚定依靠主的保守，继续的在服事上来忠心。特别在面对逼迫的情况之下呢，上帝也兴起许多爱主的人来帮助他，保护保罗以及使徒们。使徒行传17章第10节到15节记载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、庇哩亚遇到犹太人的阻挠还有扰乱之后呢，得到上帝的保守以及信徒们的帮助，又逃到了雅典。一到晚上，信徒们立刻送保罗和希拉往庇哩亚去。他们到了那里，就进到犹太人的会堂。这里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开朗，他们热心的倾听信息，每天查考圣经，要知道保罗所说的是不是真实。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信了，有许多希腊上流社会的妇女和希腊男子也信了。可是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一听说保罗也在庇哩亚传上帝的道，
他就到那里去扰乱、煽动群众。信徒们立刻送保罗往沿海地区去，希拉和提摩太却留在庇哩亚。护送保罗的人一直把他送到雅典，然后回到庇哩亚，带来保罗所交代的话，要希拉和提摩太尽快的到他那里去跟他会合。上帝的保守其实是无时无刻，特别是当我们遇到阻挠而且困苦的时候，我们是更需要依靠上帝，得到上帝所赐的恩典、保守以及赐福。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、16节到22节，还有45节 B。你们要感谢上主，宣扬他的伟大，要向万国述说他的作为。你们要歌唱颂赞他，要述说他所做奇妙的事。你们要荣耀他的圣名，愿所有的寻求上主的人都欢乐。要向上主求帮助，要时常敬拜他。上帝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，你们要记住他奇妙的作为，要记得他所施行的审判。上主使他们的国家遭遇饥荒，断绝了他们的粮食，但他差遣约瑟替他们先做准备。约瑟被卖为奴隶，他的双脚被脚链扣着，脖子被铁的枷锁，直到他的预言是实现。上主的话证明了他的真实。于是埃及王下令恢复他的自由，统治列国的王把他释放了，然后委派他掌权政府的事务，让他治理全国，给他管辖大臣，赐他知道元老的权利，要赞美主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在困境当中能够坚定的相信，全然的依靠，如同诗篇教导我们要向上帝求帮助，要经常的敬拜主，就必要得到主的保守与看顾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